哦，也袂晓大啊！咱爸爸妈妈、一个家长会伫即个时阵哦，甲囡仔做去参加种种营队。今年教育部甲文化部就邀请各地的博物馆、邀请各地美术馆，伫暑假规划6000多场的活动，就是要互民众有无共款的体验。暑假休主要是学生囡仔自由安排学习的好时机，这些营队活动拢是办伫即个时阵。今年教育部以 Teen Muse 做主题，和文化部高雄博物馆、参考里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的社交文化机构，要伫咧暑假期间办390场的营队、4000场的展演活动，也有演习和讲座。全台湾拢总是规划6000多场的活动，希望让学生囡仔有丰富的暑假生活。Muse 其实代表整个我们台湾的主要的一个棒球的意象。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从我们相关的这个活动开始来出发，来勇敢的往前知识的路上面来前进。那国家准备了那么多好的这个展览，然后丰富的内容，然后可以认识自己台湾、自己家乡的东西。孩子其实就近就有很多馆所，现在台湾地方文化馆也有300多个。透过体育主播用热情的开口，伫咧 Teen Muse 启动记者会顶头，讲台语介绍即届的台语相关活动。重新了解到过去台语电影的高峰时期，邀请到观众来行入到经典电影的场景。台湾文学馆表示，台湾这几年有真侪优秀的文学改编做电视剧，也是拍电影等等。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早期台语片到近代台湾新电影浪潮的文学改编发展，文学馆要来展出侪手稿剧本，甚至嘛要邀请民众来替电影重新配音写口碑。踏上文学荧幕奇幻之旅的特展，那其实里面就是从文学改编成很多电影的主题开始讲，内容很丰富的，包括台语片、还有爱情片、武侠片等等。另外，伫咧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嘛推出本地戏彩老寿为展，也若像九之一地动教育园区，也有车人埔断层保存园区，嘛结合民众关心的防灾议题，要来办展览活动，让民众了解地动和土交流。这场馆是功夫重点造成博物馆国家队，希望让民众伫咧暑假有多元的体验。记者卢尚祖、曾春友台北报道。